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好，呢個漏水狀況就係咁啊！呢個係啱啱新裝修定啱啱接手翻嚟未裝修？未裝修。哦，OK， 哇，都好明顯啊！我第一次見咧就冇呢一度嘅。OK， 第一次見係幾月？幾一個月之前咧，大約，因為有人睇樓嗰陣時睇唔到噶嘛。上個月廿號到啦，嚟過啦都。OK， 好，都未夠一個月啊。明白。已經進展到咁樣。好，係咪除咗呢度仲冇其他位置你覺得有異常嘅，都俾我影低咗先？眼燈嗰邊。係咪出邊？好。喺呢度。係。啊，係啦，你睇。係，出嚟睇。佢嗰次就掹開嗰個燈，上邊咧都有漏水嘅，好似鐘乳石嗰啲咁樣。OK。咁樣落嚟嘅。其實呢啲位咧都好明顯係漏水嘅，唔漏水係唔會造成。就係嗰兩條鐘乳石啦。今次個客人俾漏水煩擾咗好耐，一路都冇辦法揾到漏水源頭，因為憂慮搞到成日都瞓唔着。今次揾到漏水專家聲師傅，在紅外線顯影下，原來係樓上一路漏水落嚟，客人好多謝聲師傅今次嘅幫忙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，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，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，如果唔係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92。